台南是芒果的故乡，品种众多，也是台湾芒果最大的生产地。每年的6、7月是芒果生产的季节，一般芒果礼盒大多只装单一品种的芒果。台南市最近推出彩色芒果礼盒，随机混合有爱文、金黄、乌香与玉文等，结合台南400、台南的古迹以及后壁区家子代为发想，设计出彩色芒果礼盒。台南是芒果的故乡，也是全台湾芒果最大的生产地。那说每年我们都是行销，主要都是行销爱文芒果。但事实上，我们除了爱文芒果之外，还有许多非常非常多的芒果，多到我自己名字都记不清楚了。但是我想说，有这么多好吃又漂亮的芒果，配上这个很棒的、配合我们嘎基德亚意象的这种水果包装盒，就构成了我们今年芒果行销的2大特点。那未来这样子的盒子，大家注意到，因为它上面有好多种水果。事实上，我们未来包括可能文旦，也可能火龙果，或是其他的水果，也可能用这样子的一个包装。那像火龙果有白肉跟红肉，我们也用那个综合包的概念，用彩虹盒，用嘎基德亚的概念。大家可以看到，事实上这样子的芒果，事实上是非常秀色可餐，非常好吃又非常好看。礼盒外装以夹子带蓝、绿、红条纹为主视觉，加上古迹景点以及文旦、凤梨、芒果等台南的水果图腾，侧边还印有台南400的图腾。市长表示，不止外观好看，而且还可一次品尝不同的风味芒果，不管是送人或自用都相当适宜。记者林根台南报道。